大家好，我係 5S 班嘅李志榮。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圖書呢，係由中大出版社最新出版嘅《尋找國家中的婦女：社會主義體制中的女權主義》。單睇個書名呢，你可能以為我要談論嘅書中人只係女性。其實女權主義者並不限性別，簡單啲嚟講，就係為婦女爭取權益嘅人。中國自古以嚟係一個重男輕女嘅父權社會，喺最後一個專制王朝落幕之後，女性嘅身份同埋權益先漸漸咁樣得到重視。以文藝界為例啊，陳波兒、夏言傳承5·4運動以嚟嘅女權主義精神，發展革命女英雄電影。雜誌《中國婦女》嘅編輯亦不時開展討論專欄，探討各種社會上嘅婦女議題，又喺雜誌設計上為女性爭奪話語權。本書嘅結尾處亦都講述咗改革開放之後男女平等如何被廣為反對以及背後成因。我認為呢本書除咗有助我哋銘記一班為婦女爭取權益嘅無名英雄之外，仲可以改變我哋對近代中國歷史嘅固有認知，明白呢一段革新嘅路一啲都唔容易。今日係本學年最後一次 Dear Time， 亦歡迎大家放學之後嚟到圖書館參與查香正讀環節。Enjoy！